嗨，各位，龙蛇心里还是有些不放心。我想在这里跟你们说一说，现在4点钟，还有16个小时，你们还是可以为 SBN 数学做一些东西。等下7点，除了守候我的最后一集之外，其余的空档时间，你们可以尝试再做多1-2份试卷1、艺考试件或者模拟式考题都行，让自己有充足的解题思路和感觉。然后，请你们看一看我这10集中有哪些内容是需要加强的。请你少看一轮，还有时间的话，可以试一试关于 matrix、probability、speed and acceleration、number bases、quadratic equation and variation 的简单题目。最后，大家一定要睡至少6个小时，因为数学需要不断思考和解题，跟其他科目有些不同，我们需要争取时间，不断的把重点背起来。在这里，龙蛇希望各位明天 SBN 考试中顺顺利利，冲向好成绩。祝你们好运 ，Good luck！